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小经济嘛会变金鸡母哦。来看台南一个乡亲，28岁开始种梅龙瓜，这个种都是30年。伊一直来改良、调整着无同的品种，到最近这5年来，总算是有好收入。伊来种出卖输予日本的瓜啊，一粒会当卖到400-500块，红一个外号“瓜神”。看起来大粒个水的梅龙品质真好，好甲卖输日本。上细的时，看讲这瓜仔敢有生蠓虫，伊是靠风过28岁，等于故乡种瓜仔以来，持续30年啊，每一年拢调整种无同款品种的瓜，一直改良精进技术，一直到最近5年才有好的收入。有栽落到采收，大概将近3个月啦。啊，你若顾无起来，这粒瓜仔就无值钱啊，卖无钱啊。啊，所以迄阵签失败率足悬。为了确保好品质，严格控制湿度甲营养，一丛敢若留一粒，经过检验无农药的残留才会满。一丛的营养分拢来输送互这粒安尼，算伊起伊的品质会较好，袂像讲一般栽培，讲你若加留1粒2粒，品质就有较精差安尼。为着学好种果的技术，将近20年的时间，靠风过经营了有够辛苦，即马有这个好成果，每一粒梅龙会使卖400到500块的好价销，品质嘛袂输予日本瓜啊。有人叫伊讲是瓜神，伊真谦虚地讲，一世人若专心做一项头路，就会变成专家。确实嘛，好社会大众看到伊种出来的梅龙奇景。